港人姐姐初嚟報到就要還債，冇錯。第一次嚟香港嘅姐姐頭嗰半年嘅人工都係開工債。有睇香港同姐姐啲片都知，喺印尼打工1個鐘淨係得7蚊港紙，所以佢哋寧願離鄉別井背負一身債，都堅決嚟香港借錢坐監，為嘅只係一個機會。每個姐姐嚟香港做嘢之前咧，都一定要借錢備份啊！嗰度咧真係辛苦好做㗎，我哋要瞓3陣碌架床，每朝5點又要起身做早操，之後住一都要備份。早唞唔好，學唔識嘅意思，連飯都冇得食，又唔俾用電話，定係得星期1先可以同我屋企人傾下電話。我事中咯，乜都要限時啊，真係超級撚係。正因為佢哋經歷過呢啲，你會發現呢批姐姐特別刻苦耐勞同珍惜機會，佢哋唔會偷懶，因為佢哋嘅目標好明確，就係做好呢份工，搵錢俾好嘅生活屋企人。最近好多觀眾都問我翻唔翻嚟香港做嘢，話要請我。我退休噶啦，又中意養老啊！而家真係，如果你哋想請質素好嘅姐姐，我超級睇你噶。貝拉咪啲主持，佢哋會親自過嚟印尼，標準好嘅姐姐，而且工資好嘅非常好，絕對係唯一一間冇風評嘅agent公司。係啊，身邊好多朋友都係透過呢間公司請到好姐姐噶，同埋佢哋公司最勁就係唔使等，因為有大量就快完約嘅姐姐可以即時俾你揀，佢哋專門幫你配對背景乾淨、有動力、肯學嘅新人姐姐，性價比真係超高。你俾佢哋一個機會，佢會用100%努力回報一個安樂嘅家俾你。大家快啲 contact Karen，等佢幫你揾一個好似我咁好嘅姐姐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